公子可是在找当年与慕容将军从小一起长大的故交啊？这儿我们都查过了，他早就已经不住在这儿了。既然玉阁主对凤凰关如此熟悉，可否帮忙一查？公子吩咐了，我们定当尽全力。可是我最近听说，公子和云府的郡主好像走得很近。我想公子不是不知道，这慕容家的冤案，就是这个云老王爷盖棺定论的。如今天圣的三皇子愿意谋反，我们何不借此机会让天圣大乱一场？我并不觉得天圣的百姓该承受我们的愤怒和恨意，更不该承受生灵涂炭的战争后果。公子如此的仁慈，在我们齐国昌盛之时，或许可以做一位贤者。可是如今国破家亡，山河破碎，你作为慕容家的后人，如此妇人之仁，我实在是不敢苟同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告辞。你马上要从暗道赶去外城，待到父皇派兵前来，我会派蓝家的人追杀你和未央。如此一来，父皇自然不会怀疑你。可这是为何？我不想将你牵涉其中。现在我只能立即起兵了，没有退路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去阵前部署吧，不用管我。走到这一步，我还怕谁呀？你我之间虽说只是权宜之计，可今晚内城动荡不安，作为男人，总归要来看看你是否安好。这不是怜悯，而是责任所在。况且，我还有个承诺要兑现。你不必在我面前演戏了，我们之间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。既然答应了，我绝不食言。他竟然要起兵了！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赶紧告诉荣景。想去通风报信吧？晚了。把他放了。放了，放了他，他转眼就会卖了你。三殿下，可是你说的，成大事要不择手段，更不能儿女私情。叶天意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月儿，我只想听你亲口说一句：粮草和军备，是不是你劫走的？没错，我只不过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罢了。三殿下，既然我答应你，同坐一条船，人我可以给你，只不过杀不杀，就看你的了。现在外面很乱，跟着我才是最安全的。要杀就杀，少废话。你明知道我不会伤害你。三殿下，你最好不要心软。他对我还有用。快关门！快快关门！快！出啊！
再说一遍，哪里的叛军？皇上，凤凰关一带的烽火台逐城点起，想必叛军已经在凤凰关集结，一路挺进，已经往都城开拔了。逆臣贼子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啊！三殿下和景世子呢？陛下，此事若没有人里应外合，很难成事。说不定叛军就是他们其中之一。陛下，此事还要查探清楚为妙。臣以为最适合的人选，莫过于四殿下。着，四皇子清冉为讨逆先锋，持朕虎符，即刻点兵10万，前往凤凰关。儿臣领命。快上！快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不好了！快点，去！跟上！大家伙跟上！等下，快！快点！啊，不管了！快起来！来，小朋友，你娘呢？我娘不见了，城里在打仗。孩子，谢谢你啊！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也赶紧走吧。啊！你要去哪？我不能这样放任下去。你听我说，让他们内斗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如果错过了，我们一定会后悔的。莫阁上下愿全凭公子差遣。血流成河的时机我不需要。玉阁主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好自为之。景世子，四殿下，我三哥呢？我没看到三殿下，我和未央突然遭到叛军的埋伏，幸亏四殿下来得及时。这帮叛军肯定是有备而来，就等着这场庞博大宴。对了，叛军哪来的？是景世子。蓝叶，看看我亲手造就的这绝妙战场。
景世子，你真要与我为敌吗？天下这盘棋，岂是你我能选择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难道景世子不是这么想吗？你要知道，现如今我们的处境一样，敌人也是一样的，更应该惺惺相惜，互相辅佐。三殿下渴望权力，却因为你一人之野心，置全天下百姓的性命于不顾。你这样，不会太残忍了吗？哼！当年父皇将慕容府满门抄斩，景世子不一样苟且偷生吗？我能理解你这些年隐忍的痛苦。你我现在境遇相同，难道不应该更加惺惺相惜吗？话虽然有理，但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不同。你可以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惜裹挟全城的百姓，只为给你自己铺垫一条帝王路，哪怕是血洗天圣，也在所不惜。而我背负血海深仇，讨要的是天理与公道。你与我站在仇恨的两端，一明一暗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但我想你心中却未必这样想吧。景世子，你和你身边的人几番筹谋，为的又是什么？仇恨只是个影子，叫做莫相忘。我选择的路，不过是有能力保护我所在乎的人罢了。想要坐拥天下，就得失去一些。待你助我得了这天下，你便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何不好好考虑一下？荣某想要的，并非三殿下口中的这一切。那女人呢？你想要的女人，可是我心中的女人。即便在殿下的心中，也要看她是否心有所属。你这算在向我示威吗？只是不愿和殿下同流合污罢了。别动，要么缴械投降，要么给他送葬。景世子深藏不露啊！浅月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给谁陪葬。放了他，否则叶天意必死。景世子觉得，一命换一命，值得不值得？都别管我，即便我死了，也绝不能让叛军得逞。哼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四殿下来了，你们先撤。跟我走。
森哥，森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荣姐，荣姐她反了。秦督官，你认得这些叛军颈上的图文吗？四殿下，此乃五色营，只生长在凤凰关300里之外的齐国境内，被齐国视为祥瑞之花。我在旧时档案里见过记载。齐国余孽竟能死灰复燃？正如四殿下所料，景世子正与当年归顺天圣的慕容家有莫大的关系。慕容家不是已经被灭门了吗？怎么还要逃走呢？属下不敢妄言。是否与齐国余孽有关，还要等抓到人才能知道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突然就不理我了。从明日起，你就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自然是云王府，只有那里，对你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所以你还是在关心我，对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我和郡主不是一路人。为什么？云郡主，我想还是不用再追问下去了，越是追问，越会惹得人厌恶。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景世子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，你就不要再纠缠了。我没有同你说话。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自是追随景世子而来。所以，你是因为他才这样对我的？小姐，别去了。于阁主，你刚才逾矩了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以你的身份和使命，是不允许与云家之女有丝毫纠缠的。荣某自知轻重，多谢于阁主了。你先带莫格的兄弟们去休息吧。你知道就好。那我们先告退了。主子，我们去找点吃的。人
不是让你走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还想赶我走？那，你要是再弄丢了，我可就真不做了。我在，他在，好好说话。哎呦，哎。鱼，四殿下，荣景就在这里面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如果小丫头知道荣景是由我亲自抓捕的，她会不会记恨于我？四殿下，你可是有皇命在身，可别伤了圣心啊！不急，我亲自去请景世子。好。来人，陪四殿下捉拿反贼荣景。冷贵妃都招了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皇上，臣冤枉了。臣若有此心，怎么可能去贵妃娘娘那里？这么堂而皇之，不是授人以柄吗？皇上，请皇上相信微臣，一定是有人在陷害微臣的。是谁陷害你？皇上，景世子便是当年慕容家的长子。这么多年，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他纠集势力，韬光养晦，目的就是为了发展荣王府的势力。他积累财富，就是为了要报仇啊！皇上，这次凤凰关之叛，便是证据。就算凤凰关叛乱确是他所为，可刺儿之事，真的与你无关吗？皇上，臣真的是冤枉啊！这么多年了，朕一直对你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朕的眼不瞎。来人，拖下去！皇上，荣景已被抓捕，现已押回都城了。老三呢？据说伤势极重，正在休养。整整8万大军，边关7年呐，朕真是小瞧了他。皇上的意思是说，这次叛乱是3殿下所为。不要声张，你先行下去吧。遵旨。你也去吧。是。
这个病秧子，一声不吭的把我扔在这儿，连采莲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不是当日跟在景世子身边的那位姑娘吗？哎，大姐，您知道景世子他人在哪儿吗？姑娘，别在这儿找了，景世子已经被京城来的官兵连夜给带走了。什么？说他在凤凰关起兵谋反。这群杀千刀的，皇上怎么会听信这种谣言？都说景世子是当年被抄家灭门的慕容府的长子，荣王暗中收养了多年，这次连荣王府都被抄了。哎，姑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啊？着急忙慌的。景世子，他叛乱了。什么？景世子叛乱？还有浅月，他现在也下落不明。丫头，我的丫头，袁爷爷，您别担心，我即刻启程去凤凰关，一定把浅月给带回来。一定把她给我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来人，立即打点行装。不用了，行装我已经替你打点好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你也要去？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云浅月她救了我，我得知恩图报呀。好，快去，快去啊！爷，等我啊。都退下！是。叶天意，你太无耻了！荣景为什么会变成阶下囚？事情真相究竟如何？你我心里再清楚不过。你不顾生死跑回来，竟是为了另一个男人向我兴师问罪。是。我只想听听三殿下的解释。父皇相信什么便是什么，与本王何干？你这么做，不觉得有违良知、于心不安吗？这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为何要替他感到不安？好，既然三殿下不承认，没关系。待我回京后，我自会亲自向皇上禀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样说来，月儿，在我和荣景之间，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。是。即便你我曾经倾心相恋多年感情，你依然选择站在他身边，而不是和我站在一起。你错了，我的确做出了选择，但不是在你和荣景之间，而是在黑与白、是与非之间。月儿，如今你打算为了另一个男人，要眼睁睁地看着我献血，而我叶天意绝不允许背叛，尤其是你的背叛。你要帮着他弃我于不顾，甚至要为了他置我于死地。也对，没了我，你便能安安心心的和他在一起，对吧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追随荣景。你的帝王之路就是南柯一梦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！你放开我！殿下，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您的心腹大患，一旦放他回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留不得了。不行，她是月儿。殿下，请您清醒一点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不会对此事保持缄默。一旦放他回帝都，就意味着此事瞒不可瞒。
既然您狠不下心，那我来替您了断他。我自有决断。月儿，都怪兰姨不懂事，害你受伤了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山顶疗伤，很快就会痊愈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们都太累了，累得我都快忘记当年你唱歌给我听时的情景。月儿，醒来，你还会再忘记一次吗？月子弯弯照九州，月子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愁杀人来观月时，得休休处且休休。月儿，你唱歌可真好听。一哥哥，你也唱一首吧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你唱歌呢。我唱歌可难听了。唱一句吧，我想听。哎呀，好吧。月子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难怪一哥哥从来不唱歌，原来是五音不全啊！你说谁五音不全啊？你再说一个。嘿，你别跑，你过来！你说谁五音不全呢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嘿。殿下想说什么，就直说吧。我只是有些许感慨，你我昔日师生之谊，如今却被这厚重的木栅所阻。你成了勾结叛贼的逆臣，而我成了囚车外亲自押送你的人，真是物是人非啊！臣所讲述的那些圣贤义理、安邦策论，并不会随着臣如今阶下囚的身份而失去他们的价值。臣当过殿下的先生，自然也了解，殿下并非外界所传言的玩世不恭。相反，殿下有天赋，有毅力，更有今后不负天圣众望的潜质。您从前可从来没这么夸过我。哎，你说说啊，如果您以前也要像这般多拍拍我的马屁，
那我肯定不会跟小丫头凑在一块儿说你的坏话了。殿下讨厌臣，恐怕不是因为我没有多夸你，而多半是另有原因吧。全天圣的人，除了小丫头她自己，都知道我爱她爱得紧。没想到，被你这个弱美人捷足先登了。你得到了她的芳心，现在在跟我炫耀，是不是？殿下，看在以往师生情谊的份上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你不必说，我自会照顾小丫头。她若知道你出了事，肯定会很着急。我会守好她，不会让她做出傻事。如此，臣便谢过殿下了。圣旨到，荣景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有叛贼荣景前其余孽，欺瞒身份，暗自屯兵，意图造反，罪大恶极，将其收押于大内暗狱，秋后问罪，钦此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老伯，你有没有在这附近发现来自帝都的女子啊？没见过。她长这么高，眉清目秀的。我说，你们二位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在下啊，我们是夫妻来探亲的。啊，听说啊，城西那边有一个帝都的女子轻生，后来啊被救回来了。哎，那城西在哪儿啊？怎么走啊？啊，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前面再打听。啊，多谢老伯。哎呦，你快一点，还得赶回去熬药呢。哎，知道了，真啰嗦。大爷大妈，早。哎，多好的姑娘，之前还给我们施粥，怎么就掉下山崖了呢？嘿，哎呦，还好被咱们碰见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我看这姑娘啊，命大。你没看天空那当时都出现了红光祥云？我看这姑娘啊，命格不凡，她将来说不定是要做皇后的。哎呦，你就别瞎叨叨了！哎呦，快走！哼，夫妻，姑娘家的如此狠价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我那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好吗？再说了，吃亏的是我。是吗？能与本世子假扮夫妻，我看你是甜如蜜糖，偷着乐吧。乐你个大头鬼啊！甜什么甜？真当自己是蜂蜜啊！哎，这也不怪你，只怪本世子魅力过大，惹得小姑娘春心荡漾，不足为奇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这么喜欢跟我吵架？干什么？脸红了。哎，你等等我！哎。
姑娘。哎呦，姑娘，出来了，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好些了吗？是你们救了我。哎，是，我们在山脚下救了你。是，我们就把你背回来了。多谢两位相救之恩。日后若是还有机会，浅月定当相报。哎，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伤还没好，你该回去休息才是啊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必须要离开。你看，药我们都买回来了。是啊，再着急也得喝药把身子养好了。浅月，是浅月。浅月，浅月。哎，姑娘。哎。